歡迎大家收睇戀講馬，一個以戀愛嘅心態嚟評述馬匹嘅節目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嚟到呢個先拔頭籌專登第一場嘅戀登馬嘅心水咁啊！又係講呢個安迪克卡資訊啦。咁我發覺講安迪克卡資訊同呢個賽馬全方位呢，我諗賽馬全方位嘅 haters 就多啲嚇。可能克卡安迪資訊係會員或者佢內部貼士比較好，所以冇乜人話佢。咁但係佢嘅貼法其實如果細心心水清嘅朋友都知道呢，其實有啲就話又中又唔中，咁即係點樣咧？其實好簡單嗱。假設我第一場為例12隻嗱，咁我開頭貼講好多馬啦，咁佢而家講少咗，因為我諗佢都有聽到意見。咁我12隻，我可能講，我而家唔講8隻啦，我可能講4、5隻馬。咁然後就有啲你要好細心聽先聽到咩重心馬，有咩雙膽，即係三重彩腳咁嗰啲，咁如此類推嚇。咁跟住可能我另外發嗰個 WhatsApp 群組信息，可能我就呢幾隻，不過大家有留意喎，呢幾隻再加多20蚊注，咁其實可能有另外5、6隻馬嘅組合。咁然後就再可能會員收費料就有機會再畀多2、3隻嘅冷馬。咁其實如果12隻啦，一場12隻，咁大包圍貼9至10隻呢，其實就好難唔中嘅嚇，好難唔中嘅。咁所以值唔值呢？我就覺得大家要諗下，見仁見智啦。不過我就覺得，如果真係又話中又話唔中，其實最好就出個真飛。咁當然你話真飛都可以改嘅，咁起碼你有個誠意先啦嚇，同埋要改，起碼你都要花時間先啦，同埋你出嗰啲真飛，起碼你有個時間顯示啊，你點樣賣啊咁啊嚇，起碼佢都要，就算真係 P 圖，佢都要時間 P，咁可能咁樣就會好啲。如果唔係呢，嗱你一場賽事畀3份料呢，嗱其實就實中嘅嚇，或者我畀4份料添。咁就係啦，所以大家覺得係咪真係中呢？咁就要大家要慎重考慮啦。好啦，咁講返佢貼嘅心水先，咁佢就首先貼咗第一場5號嘅呢場熱門馬嘅香港神區，咁54分減咗2分。艾杜拿就因為上次嘅停賽，咁就罰咗錢，咁我諗佢都等錢使嘅。咁沈集成就而家就應該係重視緊嗰個嚟緊嘅杜拜比賽啦嚇。睇返香港神區，其實就1650米5檔後上，近呢幾次都有飛，但係就冇乜表現。咁所以你話值唔值打熱門呢？其實就要諗一諗啦嚇。咁就如果半冷就可能抵啲。佢講就話呢隻係連贏3重彩膽啦。咁睇下呢隻香港神區聽日嘅表現如何啦。好啦，咁跟住佢就貼咗呢個2號嘅川河首區，應該係出咗冇幾耐再出。上次就好似即係冇乜跑到啦，拖咗後邊跑第10。咁就近呢幾次其實冇乜表現。當然啦，就川河係就一出就出個系列。咁最近其實表現麻麻地，報文咁佢就貼呢隻係做一個位置 Q 3重彩或者4重彩嘅腳。咁如果你話拖腳都可以嘅嚇，但係你話膽我就報文哥就真係要睇佢聽日嗰個狀態啦。咁聽日其實第一場都可以叫做見真章。見真章意思就係其實好多馬評家原來貼第一場嘅喎。安迪克卡就貼咗5號香港神區，要川河首區啦嚇。洪維德嘅頻道就有貼呢個香港神區、華美之威、智勇名區嚇，仲有隻就係呢個叫綠色好景係啦。咁另外就勝利台其實都有貼呢個叫做悠悠乾坤冷馬。咁其實都唔同名家或者唔同嘅頻道都有唔同心水，即係仲有其他好多頻道啦，即係我就唔可以一一盡錄啦。咁反而覺得有啲奇怪就係呢，好少人講就係第一場1號嘅叫型好威風雖然1號60分，但係上次跑第3係冇加分嘅喎，咁其實係賺咗。雖然重磅1650
米，咁就10檔，咁啊135重磅，但係其實睇翻上次賽績係唔錯喎，1650係冇輸嘅喎。最重要睇翻個結果啦，咁頭馬上一次嘅賽事第8場啦，咁頭馬滿心星再出都有表現，連連呼呼輸咗又再鬥嘅，咁啊型好威風，跟住天天得樂大家有睇啦，天天得樂啱啱都仲有表現嘅。數落就嗱呢度同主馬數落就譬如華美之威都有啦，但係上次華美之威係放唔出啦，咁所以型號威風冇飛喎，有金剛城最後一次咁10檔排位差少少，會唔會今次冇乜人注意嘅情況下就跑出嚟呢？咁呢個呢，就係我今次嘅1場1號心水，所以你見到啦，如果第一場其實都唔同嘅平台都有唔同貼士咁暫定，可能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都係有人貼嘅，咁就會唔會出咗叫8、9、10、11、12呢？就不得而知啦。咁我自己睇好就係呢個叫1號嘅型號威風，咁希望幫到大家啦。